咱的兄弟，咱第一场的礼拜即晚要开始，请走个。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圣诗439首，日月如梭如水在流，会众请起立。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用，今仔启用文是哩。1155页，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恁的字。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的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
因为有讲这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照圣经所记载，都无人传。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哪遮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做伙按头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了你，你是阮的接盘，阮的拯救，阮的盾牌，阮所倚靠的，独独你是万民万邦万国的耶和华上帝。即个宇宙万物拢是对你来，你用话语来讲，有就是有，命令一律，互无诚做有的上帝，也是过去、现在、未来掌管一切的大主宰。感谢你听从阮。今早起，你的正经日自节欢喜日，2024年12年上尾的一个主日，用着敬拜诚实的心来寻求你的面，无论你过去一冬中间拄着是好事还是歹事，拢顺着感恩的智慧、谦卑顺坦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世界中盟会主日，借着怡真还是田子龙姊妹，要来分享即个基督伊会所面对种种的需要甲困难，求主恩上加温，力上加力来帮助因，对互因无分国度、无分种族，伫财务上也无欠缺。伫双方旁远的所在，因若要得到活命，也要得到上帝的听。听见主耶稣的名，互因需要得到听，得到主的光引带因的脚趾。感谢老主，基督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为着世界中盟会主日，该会差派刘怡金甲田子龙同工前来主堂，又从敬拜中心来分享安保团爱行动，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于2月16号上午9点举行2025年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务必伫本主日前送到办公室，以利便用好会手册。第二小项，本会定于2月16日下昼5点举行侍奉者勉励餐会，地点是伫东方医院餐厅，伫后昌路的999号，敬请各单位负责人来汇整名单，伫本主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侍奉同工请往单位负责人来报名，以利参会倒数的准备。第三项，本会定于正月29号下昼9点来举行2025年的新春青社礼拜。本会各单位的圣歌队、社青、学生牧区、儿童牧区来献诗，会后有地点来联谊，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第四，春节假期，正月29号上午6点，早祷会甲拜三的祈祷会，甲2月7日的青虫礼拜要暂停一天，敬请兄弟来注意。第二小项，正月27号甲2月2号，到2年新春的年假，除了
1月29号新春清明礼拜，甲2月2号主日礼拜。2月2号第4场要来联合聚会，我本会办公室拢无上班，敬请兄弟来配合。第5项，下周主日2月初2，为着总会原住民曙光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6，下周主日2月2号下昼的3点半，美丽3楼会议室召开2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同工甲机构首长来列席。第7，本会定于2月22号上午9点下昼6点，美丽敬拜中心来举办好牧人营会，对象是全体小组长甲门训课程毕业的学员，费用是300块，敬请伫2月12号向办公室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信望爱册房定于本主日伫教会1楼的广场，由从教会中心有贩卖福音春联，敬请有需要的兄弟前往来购买。第2项，合作社正月25号到2月初1，因为春节假期暂停办公，未领纪念品的社员，请带婆仔甲囡仔。伫2月27号前，合作社来领取。第3项，咱的祝福贷款专案是无利息的，咱有需要的兄弟会使去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3，合青牧区要定于2月初5到2月初7举办正阳营会，欢迎国小5年的甲社青的青少年报名参加，活动的资讯、内容甲费用，请线上来报名。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好，高雄中的教育部今年的读经运动是朝速度行团，12月初5进前会当完成寄上去，会当参加抽奖成为咱亲戚人得奖报名费是200，就是即个稿纸1本。伫后主日前，咱的干事、陈培芬干事来报名过年后再来领即个稿纸以上报告。今日是世界展望会有同工咱迄个欢迎同工即个刘怡清同工没有，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请他报告好了，请他报告这个时候报告，我们拍手欢迎他。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安。今日足欢喜，就是陈牧师予展望会有即个机会，会当伫新春过年以前呢，就是来报告咱的红包团来即个，就是专案安尼。请 PPT 帮我放出来安尼，伫放出来以前，我先讲一个，就是咱看到咱的即个红包团来即个奉献袋啊，甲阮的即个 DM， 拢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标里横的星，即个星呢，就是代表就是上帝讲伫遮，因为伫1950年的时阵，就是美国的宣教师鲍勃皮尔斯 Bob Pierce， 伊就是看到足侪伫宴会中，遮的囡仔甲孤儿甲即个寡妇，伊就是讲愿互上帝伤心的代志，嘛互阮伤心安尼，所以就是安尼有即个行动，才有世界展望会。即马台湾世界展望会嘛，今年已经61年安尼，就是足侪人伫遮来帮赞。帮赞就是讲，咱伫遮的囡仔，互因会当受教育，无就是会当来有营养安尼伫内面安尼吼。好，无要紧，无就是讲一个，就是红包团来遮有4个红包安尼，就是看到即个 DM 遮吼。有助学的红包，有健康的红包，有平安的红包，甲希望的红包。助学红包就是咱伫2月份开学的时阵呢，就是伫台南、高雄甲屏东，伫咱南区有差不多1万的囡仔，就是咱有互因即个
教育的即个辅助金，互因会当来上课，嘛有即个学用品的即个需要，互因，或者个经济就是较弱势，遮个囡仔甲因的家庭安尼。啊，伫高雄嘛有3800几个囡仔伫遮安尼吼。啊，健康的红包的，就是帮赞，就是因的营养，因为伫南部遮，我有发现讲，因有差不多有70几%的囡仔，因拢是营养较不良，啊有可能吼，就是因伫厝里无较营养的物件会当食，可能就是伤瘦安尼吼，所以咱就是互因有即个营养的辅助金，会当看到即个红包团来安尼，好后一页。所以就是伫今年的时阵，希望会当帮助台湾全台有45000个囡仔安尼，好后一页。会当看到讲吼，其实吼伫台湾啊，若有8.2个，就是伫弱势遮个囡仔有一个，就是顶幕会所帮助的，所以顶幕会无正是帮助国外遮个夭娥的囡仔尔嘛有帮助，国内遮就是经济需要遮个囡仔，啊会当看到讲吼，阮有做即个报告，就是知影讲吼，即个恁投资的1箍，就是即个爱心的捐助，互因哦，会当产生就是13.4倍遮个社会即个影响力，所以会当知影讲，恁所投资的遮个1箍，对即个捐款，对即个囡仔是真大的帮助，这比投资伫迄个富国神山哦，更较。投资率更较愈悬安尼，会知影讲，性命去影响性命，来帮助遮个囡仔，伊需要时阵会当来帮助因，啊以后伊嘛当诚做是社会即个真好的即个爱的循环的即个影响力。好，后一页。遮着拄仔有讲到，就是伫南区我有藏起来，就是讲，营养不良的状况是较济的安尼，吼，后一页。所以啊，就是希望讲吼，即个红包团来已经25年啊，就是对2000年就开始有即个方案，就是帮助国内遮个青少年安尼，会当希望大家会当来帮助遮个高雄啊、南区的囡仔。好，后一页。啊，拄仔就讲到助学甲健康拢讲过啊，啊平安红包就是1二3十，就是国内遮个就是特别真。健康的遮个人的是的帮助，安尼，互因有医疗的帮助，无就是厝里，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真经济，就是资助伊若倒落来的时阵，就是互伊有一个紧急的备用金安尼吼。啊，希望红包就是互遮个家庭有即个家庭的培力，互因有一个生计发展，啊，搁有咱的青少年的嘛，带因去无共的所在的遮个职场去探索安尼吼。后一页。所以呢，今日若有捐款，就是1000块的时阵，就会送这4种的这个红包袋安尼吼。啊，这个袋就是咱的咱所迄个设计的安尼。啊，若捐款5000块，就是有送5包。会当知影讲吼，就是伫高林岛前书，就是13章有讲着讲，如今所上大有信、有梦、有疼。啊，其中上大的就是爱安尼，就是爱，就是上大。希望大家会当甲红包传爱，把即个爱会当传出去安尼，帮助国内遮个青少年。好，后一页。啊，我就是迄个影片上页，迄个影片会当放一个。这是咱的红包团来的代言人郑元畅。我与世界展望会合作15年下来，我除了有资助人的身份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跟现场所有社工一样，我们都是为弱势儿童尽一份心力。所有的社工都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是为了要让帮助弱势儿童这个体系可以顺利的运转起来。而我是透过我的感官，我将我感受到的经验与视角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15年前，我第一次资助儿童，也探访了印度。在整个行程结束后，我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我觉得世界这么大，需要帮助的儿童这么多，而我一个人小小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可以改变什么？
接下来每一年都会收到我资助儿童的卡片，透过他们的文字与照片，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获得满满的能量，这也是我每一年持续资助下去的最大动力。到了这几年，我3不5时我就会收到展望会给我的通知，我资助的儿童已经可以自立了，询问我看我要不要转资助其他的儿童。我当下听到超开心的，我心中充满着喜悦，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人因为我慢慢的往更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次红包传爱的探访途中，我们有到自立青年经营的餐厅用餐。我当下的感受是，我第一次与世界展望会合作时产生的那些疑问，我在我心中好像得到了答案。我的答案是，我觉得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是自立青年们，他们在社会上自力更生，在不同的领域上成为更好的大人，将这份爱与希望持续的循环下去，让我们亲眼见证，并且明显的感受到真正的改变。红包传爱是为了让弱势儿童能够成为更好的大人。根据统计，去年募得的爱心红包共计帮助了189149人次。今年还有很多弱势家庭跟孩童需要社会大众的传爱送暖。我诚挚的邀请每一位大人跟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透过4种祝福红包，助学、平安、健康、希望，将这份爱化为实际的支持，持续的循环下去，将爱传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好，是啊。会当知影讲郑元畅有讲着讲，伊去就是咱的计划区，伫看到遮个囡仔，所以我也是搁提一个，就是讲吼，就是帮助各个囡仔，就是一工就是23块，伊1个月是700块。啊，但是你帮助即个囡仔，互伊有1对1的即个关系，会当来写批，会当来鼓励伊。但是呢，你真正帮助的是即个社区，阁有另外4个囡仔，所以你即个23块一工呢，是帮助5个囡仔，这是真正足大真的一个福气，就是讲。这23块会当发挥伊真大的即个价值，会当帮助遐有清气的水，阁有会当互因有遐会当有学校会当来读册，啊，伫遐嘛有营养，啊，伫遐嘛有遮个经济的培力伫遐安尼。帮助即个社区差不多8到12年的时阵，会当互即个社区来治理安尼吼，后一页。所以呢，若是大家有感动，会当写即个 DM， 就是会当帮助国外的囡仔。啊，伫国内呢，咱有统计，就是讲伫南区遮，阁有343个囡仔伫国内是需要帮助的。啊，这是1个月是2000块。啊，但是大家有感动，想要帮助国内囡仔的时阵呢，会当直接写，就是2000块，就是1个月安尼来帮助国内的囡仔安尼吼，就是互因会当受教育啊，啊，阁有就是营养的营养，啊，阁有会当儿童的保护，遮拢有帮助吼。后一页，咱看到讲伫左上角遮，就是迄个动力火车，伊嘛是展望会所帮助的囡仔，因伫台东的时阵啊，伊讲着吼，第一届会当来创作即个歌词，就是伫教会内面，和展望会所合作的即个才艺班内面，啊，伫遐伊怎创作伊的第一首歌呢？伊怎足欢喜的，就是会当有即个力量，伊会当来培养伊家己的即个才能。安尼，伊嘛是咱迄个旧年的代言人，吼。啊，阁有伫右上角迄个齐轩啊，伊是台湾第一个1000万的 YouTuber 哦。你会当去看 YouTuber 内面，伊就是有 tricking， 即个就是伊就是结合即个武术甲即个特技伫内面，伊怎拍的迄个短迄个影片 reels， 就是伫全世界拢是最有名，所以是台湾第一个1000万 YouTuber。伊细汉就是5年的时阵啊，国小5年就是展望会甲伊来帮助，因为伊是隔代教养，就是单亲，啊伊甲阿嬷就是带伊去就是捡迄个回收啊，佮有迄个卖麻糍，安尼互伊来迄个饲养伊安尼大汉。啊，伊个资助人嘛有写批互伊哦，就鼓励伊甲伊讲吼，你爱选你所爱的，爱你所选的，所以伊就是对伊即个 tricking 就是
安尼来发展，后来就是伫 YouTube 上面就是做有名安尼。因后来嘛是有资助咱国内遮个囡仔嘛去屏东的里那里，吼，因有真好的一个迄个活动安尼吼。阿姊啊，会当知影讲咱的帮助的囡仔，就是咱上好的一个代言人，因为因即马就是以前有得到别人的帮助，即马较有即个能力，会当来帮助所有的人。希望大家像这伯利恒即个星，咱就是仰望即个星来行，会当来付出这个行动，会当来帮助国内甲国外的囡仔。好，多谢大家。请咱大家来加油，来奉献即个红包团爱吼。好，咱即马来读《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彼得开喙讲：当我真正知影上帝无用外貌处人，独独伫逐邦国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互伊欢喜接纳。上帝所寄互以色列子孙的话，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伊是万有的主。即个消息，恁知影是对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对家己入去，教骗犹太，就是拿撒人耶稣。上帝有怎样用信心甲才能抹伊，依照世界行做好事，医好记若魔鬼所压制，因为上帝甲伊伫地。记若伊伫犹太人的地方，甲耶路撒冷所行的。阮做干净，人就吊伊伫柴里害死伊。到第3日，上帝互伊搁活煞出现，毋是互众百姓看，是互上帝大圣所竞选为着伊做干净的人看，就是阮遮个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甲伊三角认食的人，伊搁命令阮传互百姓干净。即个是上帝所立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众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就是凡若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罪赦。以上赞美，咱请妇女圣歌队。
感谢圣官对大来的你人听我，上帝听实在无对比，有信有望有爱。上帝上讲的上大就是爱。讲到咱请陈牧师尽力复兴伊的循环。现在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个主日就是咱2024年的这个农历上路尾一个主日咱下礼拜拜三就是农历的新年感谢主，咱今日也是咱世界展望会这个红包传爱希望咱会当关心这个需要关心的人牧师伫今年甲牧师娘妇女拢总有交会去这个沙巴做地选阮有做一个底片请咱大家来看一下咱了解这个所在的情况。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和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叫你来哦！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是云上的爱，哦，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哦，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哦，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经过，然后蛮多像前面这种的是独木桥，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居住的，看着都蛮激动的。OK， 我先走路。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和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
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有你的保守，得到你的保护，有平安，他们没有缺乏。主啊，让这个地方，主啊，让整个马来西亚，主啊，他们被排除在外的，主啊，有一天能够被包容进来，主啊，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像这个影片咧做的，甲咱世界展望会所咧关心的，也是拢是用侪侪人听心的行动啊，来起做一个希望的工程吼。或者真弱势送养的人，因为有人用听心来帮助因，互因得到愿望。啊，今日牧师读使徒行传记载的圣经啊，甲咱想即个题目。进入复兴的循环，那像世界展望会咧帮助这囡仔，嘛是要互因进入一个更较祝福的循环。咱去到沙巴关心这包药族无国籍、无身份袂当工作、袂当受教育、袂当医疗那较像自生自灭的人，但上帝嘛无放杀你有人去听关心你。很有愿望，互因会当进入更较好的循环。所以，等我去这个沙巴参加这个的宣教，我有写一篇讲一个沙巴两个世界这个国家马来西亚14个州，后来新加坡独立出去变成13个，因的人口是3300几万比台湾较济，不过土地给咱10倍。敢若沙巴就咱的3倍这个沙巴这个州300多万的人口，就有100几万的这个巴瑶族，无国籍身份的人，伫迄个海上，伫沼泽地伫遐徛起因的生活的环境当然是歹，生活的条件歹因无身份要工作是违法，所以拢会受剥削。有人请去做这个粗工，工钱较少所以因嘛是这个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哪会当工作？所以看到这个沙巴这个所在一个所在毋过两个世界这个包药族因的是回教，拢是回教。所以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所以安尼可能非法受雇佣也较无遐严重。有人去因的所在工作，还是受另外一种的无共款的教育这是因的命运。因的高雄有一个万军的宣教这王老师无意中去发现这个族群来。伫伊的心中有一款的宣教呼声，所以就号召台湾的教会来关心。高雄，因为这万军宣教是为高雄才发起，所以高雄的教会也较侪响应这个月是咱友商教会去遐做第一宣教，后个月换福气教会去进前也有迄个灵灵堂去所以有真侪人去遐关心感谢主伫正月13甲19 7天，阮会当参与伫即个万军宣教，讲无大无小的无小的服侍，欢欢喜喜的服侍，规规矩矩的服侍。阮伫正月14日伫第2生命中心2天服侍这个包药族的小朋友。所以生命中心就是讲，已经万军有甲租一个所在，甲做一点家己的设备，有音响，有灯光，无有的所在可能也无电种种
会当伫遐来教育这个囡仔，关心这个囡仔。去到遐，头拄咱行去看，一个人去，有人伫遐热手吼。咱当然有看到鸡啊啦，啥物哦？这个囡仔天真吼，无邪，无烦无恼，那甲迄个遐个鸡啦，遐个鸭啦，遐个猫咪啊啦，吼，感觉拢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吼。迄个所在，环境是遐尼歹，毋过因。若无比较，大家嘛是过了足快乐吼。虽然环境遐尼歹，因遐个囡仔事实上嘛真乖，真听话，真认真学习，真配合，所以逐个人去遐拢会去互因吸引，感觉讲这囡仔有时咧想讲，咱这囡仔有时去遐小可经验到迄种的生活吼，可能会较感恩较知足。因伫遐无烦无恼，毋过因若愈来愈大的世界进入即个现实残酷的即个竞争的世界，当然因着差人舔舔吼，永远拢是伫迄个价阶层伫遐咧打滚吼，那甲像伫迄个旷野的贝都因人，那甲像即个伫欧洲城市内底的吉普赛人吼，因就是过一贯的生活。感谢主除了去这个我想没大没小是唔对啦，不大不小应该对啦哈，无大无小，哈无大无小啦，无大无小啦哈迄个阮过去一个叫做布丁家，头先看到环境稍较好淡薄的布丁家。一个幸福村哦，一寡妈妈哦，囡仔足侪客做伙哦，来拍摊钱，现在拢无路，因为这是好贵，惊落雨，所以就去邻家厝，邻家厝的空间就有限客50-60个囡仔吼，佮这妈妈佮爱来看老练吼，其实嘛会当做妈妈，吼，世界顶望回去柬埔寨咧做的吼，就是关心这囡仔教育。关心这个囡仔健康，关心因的医疗，关心因的水，关心这迄个妈妈还是阿嬷阿公隔代教养，佮关心这个家庭因的善吼，贫贱夫妻百事哀啦吼，善大家就冤家，佮会食酒，佮会暴力，足代志拢来，世界顶望话伫做个即个较落后的国家所咧做的即款的工作。但是因要去巴窑厝，因袂当去，因为巴窑厝无国籍，伊无法通甲马来西亚的政府合作来关心这个族群。感谢主万坤的宣告吼，就会当吼，咱伫遐做也是真困难，因为带因到大到伫 host 的学校，那训助了，因就是爱甲厝的吼，真正是讲叫摊牌啊。我想要来信耶稣，我要来那个像圣经哦，这个以利沙要来做主的工哦，甲厝的吼要离开。我即马就是要来服侍上帝上帝的国度哦，我要离开啊，是这个利未我要离开这个抽用，我要离开我要来服侍，就喺伊的家长愿意同意，无同意，伊就搁倒转去，伊若同意。厝的人就感觉讲，好你去信耶稣，你有你的世界，互你去啊！我哪有安尼？所以阮只要去，阮有两个即个助教吼，万军的同工，遐个同工，伊就是厝的稳准呢，伊离开因的所在来信耶稣来服侍主毋茫有一天嘛会带领因即个族群吼来归向耶稣这就是伫即帮阮去所做的吼虽然去是干唱诗歌做游戏、讲故事做手作、做运动去做探访，但是对这个囡仔来讲，这是感觉哦有为外地来好足心息足好耍足得到的。咱若对学生的表现甲回应你就感受到讲
主耶稣讲哦，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代志恁若做伫这个我的兄弟中间至微细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咱去学西的人哦，虽然遐环境遐歹，规身躯重汗，吼，啊，佮有蚊啊，种种，啊，毋过可能这个囡仔会当做伫呢身躯顶，哪个做伫耶稣的身躯顶，所以就大家足感动，也袂发苦就欢喜来服侍。虽然咱爱付出代价，感谢咱兄弟姊妹大人欢喜奉献。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哦，有才能出才能，就是去完成这个宣教的事吼。感觉足喜乐。虽然咱去一个人可能爱3万块，咱爱开几十万块，毋过咱会当带好这个囡仔吼，无限的这个疼甲希望吼。咱总是真希望即款的服侍，就是会当，互这个世间人甲当作无看的。这个受气杀的族群吼，因为上帝疼，嘛得到希望，当得到救恩。咱今日读的圣经实在是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庭，伫遐讲道讲到主耶稣，伊安怎来到世间，伊到底是所做的工是甚物？伊做甚物款的工？到底迄个结局是安怎？咱看到主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无论做医疗做传福音的工作做赶鬼的工作，就是互人的生命经历着伊的拯救，互伊会得到改变，互伊会当进入一个迄个祝福的循环。佮特别彼得要甲恁讲，咱逐公中间拢有这个敬畏主行义的人哦。这拢是主所欢喜的。虽然伊是外邦人，虽然伊毋是咱的族群，但是上帝嘛同款疼伊。感谢主，咱嘛将望咱的教会，无论是咱伫即个所在，咱伫遐个需要所在，就是望咱会当，互人进入一个复兴的循环。这个齐安牧师美国真有名一个韩裔的牧师，伊伫咧讲到咱免进入一个复兴的循环。伊大概有讲7个阶段头一个就是咱会当先领受个人的更新。兄弟姊妹，咱要来更新，咱伫迄个有所讲，你望酒醉因为酒醉会致到放肆，咱就要互圣神充满。兄弟姊妹，咱若互圣神充满伫咱的心内，互上帝的真理充满伫咱的心内，咱就会当得到快乐，咱会当得到自由，咱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咱会当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所以主耶稣，咱看见伊有上帝灵来告我，互伊会当来医病、来赶鬼、来传福音，会当互死人告我。虽然伊用顶的是个上帝观念，互伊对死告我。来显明上帝伊是真告我的上帝。上帝是听咱的上帝，是救咱的上帝。伊的救恩要到伫所有的人。上帝听永远袂改变，咱就是要来宣扬上帝这个听，这个救恩互所有这个需要的人。感谢主，逐世代拢有上帝的工作，但是迄个有较无的人复兴就临到伊；迄有较无的教会复兴就临到伊。伫迄个多伦多。就是加拿大，阮有一个哥林多的教复兴的时阵，迄阵有一个叫做埃安亚诺特，伊就是讲主你互我搁较济，互我较济，较济互你充满，较济迄个较无迄个复兴临到较济望上帝你的权能彰显，互迄个歹脚会行路，痴迷的看见，臭耳人听见，死人告我，丧亡人听到福音。兄弟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咱今日嘛，就要较无这个代志，会当临到咱，佮临到遐个需要人。当咱有即款的心的时，咱就第二阶段，咱就开始会敬拜上帝，因为靠咱也无亏咱。那个咱看到这个代言人写白电话，我介坐咧，敢袂当做啥物？你就要敬拜上帝。虽然咱小小亏咱，但是
这个疼哪会当大家人拢安尼来发挥的时阵，哦，迄个力量是真大，咱就要敬拜上帝。主耶稣就是倚靠拜上帝，来到拜上帝圣神开力来告白，互伊有迄个开力来做伊所要爱做的工。所以兄弟姊妹，咱逐礼拜才来这敬拜，咱就是咧求主，互咱会当真正知影，伊是真高我的主。我所服侍是独一真的上帝。第一无恶正的事，我要敬拜，我全然倚靠伊。伫人袂话，第一凡事拢话，兄弟姊妹咱就将家己献做祭，是我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咱的服侍是，咱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咱就开始敬拜，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第三阶段咱的 PPT 就是咱会追求圣洁，若无圣洁，无人会见上帝的面。所以咱就是爱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常常爱悔改伫主的面前。咱可能亏欠主的荣耀，咱求主赦免咱，互咱会当常常搁一遍来气杀这个咱感觉无好的罪，搁一遍甲伊定伫十字架顶，互咱得到上帝赦罪的恩典，互咱会当过圣洁的生活。兄弟姊妹，要会当伫这个福音内面咱若无常常认咱家己的罪，咱袂当进入这个圣洁的生命，咱袂当见到上帝面。当咱会当有这款的不断操练圣洁，就是咱不断悔改认罪，换心家己，互家己诚做圣洁，下伫主的路用。安尼咱才会当诚做伊器具。所以伊讲第四阶段就是为这世上的人祈祷，为了这世上的人祈祷。当咱若会当有圣洁的画面，咱明白主的心意，咱就会去关心遐需要关心的人。咱袂感觉讲这个人好像因就是应该受咒诅，因就是该死。咱知影讲上帝听，咱就爱为因祈祷。有时咱会当做的代志也足有限，第三摆项也袂当定定去，毋过咱会当为伊祈祷。咱讲加州咧大火，大火。水也破袂到遐毋过咱还为祈祷，上帝才会行原谅。咱伫家己大埔虽然是遮近，咱会当去，毋过咱嘛无逐个人讲，我就会当随去遐帮衬。毋过咱嘛是祈祷，上帝透过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你。所以咱的祈祷，咱会当为着咱厝内人祈祷，有时爱为较近的所在祈祷。这个高丽娘一个彼得来传福音的时，就是规家口拢甲招来，咱要招就招咱招会到的。咱教会咧这传福音嘛是，咱就是要去招咱会当招的，你招会来，这款就是咱关心咱关心会到的关系人。搁当然咱搁较快，若近的所在、远的所在，去甲沙巴宣告，这个关心遐的人咱嘛是咧关心，遐嘛是咱若甲咱迄个属灵的厝内人共款去关心的。去遐有时袂当做，阮坐迄个包围船伫迄个海顶行遐去遐洗，嘛是去遐甲因祝福，牧师为因祈祷嘛是甲因祝福。相信透过祈祷，上帝权能伫迄个中间的彰显。搁进入到第五阶段讲。咱就要追求合一，保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美国出名的这个报道家芬尼，伊讲复兴就是爱祈祷甲合一。另外一个报道家，这个牧师讲上帝的圣神毋捌听到讲会做工伫迄个四分五裂的所在。意思无合一就无圣神的工作。教会若咧四分五裂表示圣神无工作伫遮。有圣神伫咱中间，应该就是互咱会当保守伫迄个合一内底。咱若有合一，咱就会当有权柄，合一就有开力，合一就带来祝福。迄个咒诅会诚做祝福。
迄个歹变做好，迄个原来是迄个歹方向，即摆好的方向。好，过来第六阶段吼，就是咱甲主真正上帝复兴伫咱中间遐个姊妹，真正大丰收吼，得到人哪像讨喜的吼，咱有法度去牧养，所以教会真要紧，咱的教会为今年开始，咱有即个。新家人 party 就是希望这来信主的人会当进入伫小组受到培养、受到照顾，后来专人更新营，互因会当要正做门徒、过门徒的生活，搁学习变啊做福音的工人，做报道的领袖、做牧养的领袖，因着爱进入伫咱教会一个装备系统。咱教会若会当有即个健全的系统，咱的教会就有可能。互即个复兴降临伫咱的中间，搁毋是干咱就搁甲城市的即个教会会当连结当咱城市的教会若拢丰收，逐个人拢会当行伫上帝的心意内底。今日咱的会友吼，可能搬去到迄个所在来咱遮种的，咱嘛祝福伊，你就去迄个所在，为来到咱即个所在咱有常教会是一个有充满疼一个充满真正伫上帝的心意内底教会，足侪人嘛欢喜来到这个所在。感谢主我有听到足侪见证，咱教会有足侪兄弟来到这个所在。伫过去因也无受到做什么装备教会较少讲认真讲有咧传福音有咧培养，来这个所在，伊感觉因得到真大的祝福真正感谢上帝。透过小组的牧养，互人拢会当得到真适当的关怀。咱搁甲其他的教会有即款的建立即个关系吼，安尼咱的一个城市就是咱甲一个网络共款，即个城市连接，即个城市就复兴。感谢主，当咱的城市像即马有基督教福音联盟，咱各样，咱咧办城市祈祷午餐会时吼，对50桌、60桌，今年要到80桌，咱为了咱的迄个。市长、议长为着咱的议会，为着咱的市委团队祈祷，因拢足深深有感受到，互咱即个所在有平安，咱即个所在发展有更较侪人会当来归应耶稣，咱就会当来扩展咱的教会，像咱开始有能力去前方遐来开拓教会，我相信上帝来帮助咱，互即个所在会当教会得到建立，互迄个所在人会当伫遐敬拜。兄弟姊妹，上落尾一个阶段，就是咱爱委身伫传福音甲宣教即个复兴真要紧，就是福音爱传遍天下，主者的迄个末期甲会临到，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就是爱传福音，爱宣教感谢上帝，互咱教会毋但伫即个所在传福音，咱也有机会对外宣教，互兄弟姊妹有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共同来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这个世界头我讲的迄个鲍勃皮尔斯Bob Pierce， 看到遐个艰苦人，迄是互上帝心碎的代志。但是咱会当关心上帝心碎的代志，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感谢主，望咱伫新的年咱的主耶稣爱咱欢喜去做夜工，望咱会当对咱家己的更新，咱的敬拜，咱会当有圣洁的生活、合一的生活、祈祷的生活，咱会当传福音宣教，互咱的教会更加复兴，会当看见上帝国度更加宽阔无论是伫咱的个人、咱的家庭、咱的教会，甚至咱的国家。拢会当进入复兴的循环，三角的祈祷。最后说感谢你，互阮伫展望会主日，也是阮有机会分享安怎去沙巴宣教。主啊，你爱你的教会进入复兴的循环、祝福的循环，毋是阮个人，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包括国家、城市国家。阮相信一切拢是对阮个人开始，小小的开力，阮的火若点倒。
主啊，这个气力若烧若严，若烧若快，主啊，你的复兴会当更较大，临到伫阮的中间。愿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唱回应诗，求主带我甲你同行，非常请起立。我甲你同行，咸顺好彩，你对路途，我你不拉当，一切我担当不过，在我都有条同的，当也看我就。这咱为着世界展望会伫各所在国内外咧做，这个听心的事工，为着因的需要祈祷，为着因事工会当顺利推动来祈祷。咱嘛为着伫这个沙巴拜佛寺的所在，这个需要上帝听甲拯救这个族群来祈祷。咱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也为着教会，咱要迎起过年。求主互咱有一个平安欢喜的好年，为着这个细囝寒假，互因会当有一个快乐的寒假平安，出入，咱为着咱新春的清谢礼拜，后咱有定期的贺会，后迄个使用者免礼参会，咱拢献上大祷，特别为着儿童较清，然后有正样夜会，在个的发表会。咱拢为着这个会带到主的面前。兄弟，你有甚物款的祈祷？主拜列，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现在最后说感谢你，所以阮会当伫这个新年头旧年尾，所以阮要行起旧历的过年，保守阮会当平安。所以阮的细囝伫寒假无论参加宴会，还是什么乐色，求你拢施恩赐福。所以为着阮过来拜三的新春清谢礼拜，还是阮的贺会，阮的使用者免礼参会，拢需要主你施恩看顾。特别阮将儿童牧区的儿童的在家发表会仰望你。将正量宴会也仰望你，求你施恩带领，互因得到造就，互因得到帮助。主啊，阮多谢你，阮有做些软正的肢体，愿你的意志也到底，愿你的权能，愿你保卫带领彰显你的中间。最后说感谢你，最后说感谢你。最后说，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个。要迎起农历的新年，保守阮平安，特别伫台湾不断伫南部有地震，主啊保守阮平安，互阮无惊吓，互阮有你的平安，主啊，互这个有拄着灾害所在，也会当得到帮助，紧紧恢复。主啊，感谢你，当阮得到恩典，互阮会当回应，阮领受你的疼，互阮会用你的疼去疼人，互做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
互阮拢会当进入伫复兴的循环。主啊，祝阮兄弟，无论是身躯勇健，出入来外得到平安，所做大项拢会当亨通顺遂。祝阮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请继续来修奉献。也即咱会当利用这个红包传爱哈，照咱的感动需要，咱来发挥听心帮助世界天盟会伫国内外所做听心的工作。再请起立来吟奉恩诗。我的亲吻献乎你，耶稣永恒的心，我的在亲。天父，阮来感谢了主，主啊，阮用感恩的祭，主啊，互阮来开看阮的心，阮来对着这祭米来甲主你的圣殿当中，主啊，你来使用这个世界中盟会，互因搁较开看因的国度，互所有送向的因也拢要得到公平来学习。主啊，你来祝福这个机构，阮感谢了主求主你来。祝福阮的兄弟，因所奉献的有30倍、60倍、100倍伊的祝福。阮感谢了主，教阮三角地地，你的疼要充满着阮的内心。感谢了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祝福找客，祝福找客。恁当平安去，愿主的神伫恁的内面，互恁会当有听心的参悟，听心的服侍。透过恁所做的，互受掠的得到透放，压制得到自由，颂扬人会当听到福音。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三角地地，对这世教永世代无尽。阿门。